常常听人咧讲卖茶讲茶香，卖花讲花红。若阵真正有伫咧啉茶民众，你一定知影讲，咱台湾茶会当是讲世界级的赞。这阿里山是台湾出产高山茶的一个产区，嘉义县政府对12月初10到18要举办2022高山茶岛的一个扑茶会活动，有7个主题馆，也有一个户外场区，结合着技术，要互民众对这啉茶有全新的体验。设计师小改茶室的空间，门内有山水画的背景，头顶的电火嘛是专工用杯仔设计。嘉义县2022年的扑茶会，要用时尚艺术的气氛，让民众啉茶有新的体验。其实你可以花一点点功夫，把家里的茶室稍微做一点点整理整改，然后就可以让它变成是一个外国人的朋友来，或者是好朋友来到家里，都可以坐下来，然后去品茶的一个好地方。嘉义县2022年高山茶岛的扑茶会，暗算12月初10到18，伫嘉义县中部农会金南分部来举办，要用7个主题甲一个户外展场，小介嘉义县的茶甲咖啡。我们很多的茶农会来这边展售他们的茶，还有咖啡，所以来这边可以看到时尚，可以了解嘉义茶的历史，来这边可以看到嘉义最好的咖啡是怎么样产生出来的。设计团队表示，这间茶室就是要让民众知影茶文化的展现。伫活动开始了后，嘛会伫遮展出真侪茶具甲艺术品，希望推广高山茶，嘛会当提升啉茶的文化。记者林慧婷，嘉义报道。